OK， 请到了李家多一间。哇啦，宋厨妙香养生馆啊，最专业的服务，来，我进去看一下。哎呀 ，OK， 我手，不给我手，不给我手，耶！来，他已经参观了。好，来，欢迎。介绍客家擂茶，知名李家多体育家，开店眼快慢错啦，点条门外也多茶。切高官客家擂茶，切食过我顶呱呱，阿公传落本阿爸，阿婆传落本阿妈。和顺，每头清香帮助消化，花生菜不老跳角，青菜芝麻也爱夹。客家人啊爱讲客家话，客家人啊也爱食擂茶，擂茶香香传万家，擂茶代表亚洲客家。介绍那客家擂茶，知名李家多体育家，开店眼快慢错啦，点条门外也多茶。切高官客家擂茶，切食过啊顶呱呱，阿公传落本阿爸，阿婆传落本阿妈。和顺，每头清香帮助消化，花生菜不老跳角，青菜芝麻也爱夹。客家人啊爱讲客家话，客家人啊也爱食擂茶，擂茶香香传万家，擂茶代表亚洲客家，擂茶香香传万家。擂茶代表亞洲客家。我哋先李家多擂茶，好食及大包。我聽你意見。